哋 Sparkle 分會嘅54位會員，連同我哋2位顧問大師一齊正式歡迎大家嚟臨我哋稱之為火樹銀花勁歌金鹿曹門夜宴頒獎典禮嘅 Sparkle 4週年慶祝晚宴。Sparkle 4週年快樂！誰亦能像威化般交隨，快活到半日也長活着100萬歲。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清脆，快活到每日大1歲。我一出世就睇紅綠燈喎，綠咗手喺邊啦，人人係識路啦，我生意揾到啊，跟住唔知阿邊度揾到，一齊拋粒就完全冇難度。金花四個金花，把幸福和歡樂送給每一戶人家。邊個一齊唱？邊個一齊唱啊？非常之好。夜夜歡心開心，有只得一個，他演出太豪氣，演員也不多説話，每個聲音色，為何沒法得到他？何解又怕又期待，卻不安的愛，臨真中這不夠不捨，不然又很可愛，要對付還從沒到底，要幾多個？Sparkle 本住我哋開心做生意嘅理念，繼續開心，繼續專業，做更大、更多嘅生意，好唔好？創造更多奇蹟。多謝隊長，我哋大家。